天干了一票大的2万。小同学，你书包忘拉上了。我钱没了。有小偷！刚才下去那个蓝衣服的看着鬼鬼祟祟，肯定是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是我学费，我从小被遗弃，收养我的奶奶捡了3年纸壳才给我打出来的。什么？啥？被偷的是读书钱？小偷刚下车，应该能追得上。各位有没有着急的？不急，是忙孩子的事儿。不急不急，再急也没有孩子的读书钱急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赶紧掉头追吧。坐稳了。会不会开车？吓我一跳！追上了，就是他！全军出击！啊，读书钱也偷！下属真狠啊！偷个票子也不至于这么用力吧？他偷我奶奶剪纸壳给我奶奶学费，学费，受死吧！那個叫做正義，那